年纪大了，原是受不得气，可这口气一旦憋住了，那是大有伤害的。不是感冒伤食吗？那是那些江湖郎中敷衍人说的。那该如何治疗？我开个方子，可也不过是缓解罢了。贵府上还是早做打算吧。那就有劳了。请。哎，老祖宗，老祖宗醒了，醒了。老祖宗，您可醒了？这可把我们给急坏了。死生有命，不用急呀。老祖宗，您就放心吧。刚才大夫来过了，说呀，不过是感冒伤食，吃几副药就好了。您别担心啦，啊。你呀，也不用哄我，我是不信的。老祖宗，您看看，但凡我说的话，您定然以为藏着掖着些什么。不然我把大夫叫过来，您亲自问问他。他们也一样，还不是跟你们串通一气的。哼！老祖宗，我倒是慢点。我倒是见了我的2个孩儿，我忽然想起了另一个孩儿。老祖宗说的是启玉姐姐吧？那个启玉师傅，虽然年纪轻轻的，我瞧着她是个女菩萨。她若是说了些什么，由不得我不信呐。可听说这几日她出去云游了。亏你们还一个园子里住着，她昨儿就回来了。那我和林妹妹赶紧去把她给找过来。去吧，去吧。你说，启玉姐姐会见咱们吗？咱俩来，她如何不见？你忘了，咱俩上回来，她根本不理睬。哟，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？不知，她出去走这么一趟，走山走水的，是不是把心结打开了？若真能忘情于山水，那倒好了。哦，钱二爷、林姑娘啊，我们来请见启玉师傅。真是不巧，我家住持已经歇息了。歇息？这才什么时辰啊！对不住了。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哎，还真让你给说着了。可老祖宗那边还等着呢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也只好再等等。要不妹妹到我那儿坐坐吧？不了，我也累了，想回去歇着。那我送送妹妹。不必了，回吧，快回吧。回去吧。林姑娘怎么又来了？烦请你去请示齐玉洁，就说我要见她。是，请姑娘略等等。怎么样？真是对不住林姑娘，我家住持还在歇息，不能见姑娘。还在歇息？对不住了。不是，你跟他说一下，我。
哟，钱二爷，我家住持正等着二爷呢。哎，今日早些时候，我曾和林妹妹一起来。我家住持说，若是钱二爷一个人来，便让他进来。他这样说？是，钱二爷请。哦。钱二爷，请坐。钱二爷，这里不必你们伺候了。是，请坐。哎，姐姐这回出安云游，可有好些日子了？倒也不算太久，不过一个人在外面清静些，想些事情。姐姐可想明白了？许多事情，原是很明白的，不然我当年也不必出家。可事到临头，尤其一个情字当头时，往往又懵懂起来。一个心结系在那里，解也解不开。不能为姐姐分忧，我可真该死啊！哪个姐姐妹妹的忧，你都要帮着去分解，累也累死了。不怕，我是不怕累的。再说了，姐姐又与别个不同。我又如何不同了？姐姐真要我说啊？你说好了。好。姐姐刚来荣关园，住进这云翠庵，我总以为姐姐是禅关中人，是下凡的仙女，比不得我们在家的俗人。想亲近呢，又不敢，总以为与姐姐说一句话，那就是造次了。没想到，我曾经那样可怕。哎，不是姐姐可怕，是我们这些俗人不懂禅机。如今可懂了？还是不能说懂，只是知晓了些皮毛。说来听听。比如说，姐姐从哪里来？姐姐从来不说，我也从来不敢问。后来才知道，不是不能问，而是问了就跟没问一样。那你问个试试。那好，请问姐姐从何处来啊？自是从来处来。看，还不是跟没问一样。说的也是。禅语讥讽，你等俗人听不懂罢了。那我请问姐姐，这次可是去了来处？姐姐的来处，可与嗔贝勒有缘？那只绿玉斗，我即使还了他，你也看到了，日后便不必再提，心里自然明白。难道那姻缘也一并还了？因是债，缘是孽。我原以为只要出了家，便摆脱了这笔孽债，谁知应了枕霞妹妹的婚嫁，这笔孽债又撞上门来。不过我出去走了一遭，如今又能静下心来跟你说话，自是觉得那姻缘在我心里头淡漠了许多。若是再见到嗔贝勒和枕霞妹妹，那你又会如何呢？我是云翠庵的住持，住持者就是万事持的住。方才我和林妹妹一起来，姐姐为何不见啊？你真不明白？不明白。好吧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与林姑娘本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，可若是她来问我许多事情，我不说，那就不好了。我不愿因这些不能说的话伤了好姐妹的情感，所以还是先不见得好。哎，那许多事情姐姐也没跟我说，就不怕伤了我？不怕，伤了也便伤了。多谢姐姐，今日才知道，
姐姐总算不再把我当外人了。你别这么说，说的好像我倒把林姑娘当外人了似的。不碍事的。原以为姐姐和林妹妹最要好，如今才知道姐姐跟我更加好些。不对不对，我不是这么说的。姐姐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。你，其实我和林妹妹来是要请姐姐去瞧瞧我们家老祖宗。老祖宗？老祖宗病了。病了？家里的人他谁都不稀罕见，指明要见玉儿。玉儿？那自然指的是姐姐你呀。这样说来，我倒是没想到。老祖宗说了，玉儿啊是个女菩萨，我的病好还是不好，女菩萨说了我才信。老祖宗这样说？那就有劳女菩萨了。行了，秦二爷，就别胡说了，走吧。走。林妹妹，林妹妹。哟，秦二爷。啊。哎呀，齐玉师傅回来了。你去跟林妹妹说，我把齐姐姐请出来了。我家姑娘这会儿正歇着呢，要不回头我告诉她。那好吧，你跟林妹妹说，我回头再来看她。哎，走吧。真是的，姑娘这又跟二爷闹什么呢？二爷若是再来，姑娘难道还是不见？哼！请。请。好久不来这里，弯弯曲曲的，回去时怕要迷路了。我总会陪着姐姐，为你引路。不敢。秦二爷，请来。放心吧，我没事儿的。真背了，枕霞妹妹。我就知道你们会来，妹妹。哎，哥哥。齐玉姐姐。秦兄弟，齐玉师傅。真背了也。老祖宗，齐姐姐我给您请来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女菩萨，你来啦！老祖宗，贫尼不敢当女菩萨称呼。哎呦，快请坐吧。你在我这里呀，就是女菩萨。我的这个病啊，好得了，好不了，还就是你瞧了，我才信呢。老祖宗这样慈善的人，寿数正有呢。一时感冒，吃几天药想来也就好了，还是要宽心些才好。我不为这些。你知道我是喜欢乐呵的，如今这病啊也不觉得怎么样，只是心里头闷得慌。有个大夫说是气恼所致，你也知道，谁敢给我气受啊？方才女菩萨这么一说呀，或许倒是那个说我感冒伤食的大夫啊，问切的更准些。是，贫尼看来也是这样，总归啊是不打紧的。那好啊，那我听女菩萨的。等我病好了，还要好生的和……你们跟启玉师傅不熟识啊？不是，我们很熟，我们很熟的。哦，那就好。你们都去吧，我这里啊，有珍珠在这里就行了。等你们玩够了，晚饭到这里来吃，咱们再说话，好不好？那老祖宗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去吧去吧。来，都去吧。这边走。您好好歇着。好。这园子我都好长时间没逛了。啊，是吗？当然了，我就是这个园子里长大的嘛。哦。凡是到过这个园子的人都为他做过诗。哦。哎，齐玉师傅也为他做过诗吗？
贫尼还有事，要先行一步了。哎，别呀！你看，大家好不容易在一起，总要说会子话才好。秦二爷客气了，贫尼怕是无话可说。哎呦，有些话只是一时不能说，那是语塞了。在一起玩一会儿，热乎热乎，这话就说开了。齐玉姐，我也想跟你多待一会儿，别走了。哎，要不那边就是萧玉馆，咱们去骚扰一下林妹妹。哎呀，好姐姐，你就答应了吧。好吧，走吧。林妹妹在抚琴呢，倒是难得。陈贝勒怕是还没听过我林妹妹的琴声吧？是，我今日有福了。嘘。自古只有听琴，从来没有看琴的。我原说我是个俗人，看琴的还不止我一个。原来这看琴倒在其次啊。秦二爷，轻声些。哦，好。风萧萧兮秋气生，美人千里兮，独沉吟。望故乡兮，何处？倚栏杆兮，涕沾襟。这可真是难得。我也从没听过林妹妹这样，又是抚琴，又是吟词的。艾哥哥，你还说笑呢？没听林姐姐吟得那么伤心。这我还真是没留意，我光顾着惊喜了，没留意那曲中的诗词。你这是但闻新人笑，哪管旧人哭。不知道这里哪个是新人，哪个又是旧人呢？我原不过与秦二爷开个玩笑，笑他是个喜新厌旧的。枕霞妹妹又何必较真儿？枕霞也不过是随便问问。嘿，到底是两口子，你护着我，我护着你。嘿，好姐姐，你就饶了他们吧。山迢迢兮水长，照轩窗兮明月光。耿耿不寐兮，银河渺茫。罗衫切切兮，风露凉。这回我听出来了，我林妹妹心事重，晚上睡不着。一绝词罢了，寂景生情有之，倒也并非全是感同身受。哦，那姐姐何解啊？我是出家人，不解风情，我听的不过是音声。哦，那音声何解啊？刚才林姑娘弹奏的亲字韵，那是第一叠；如今听到的阳字韵是第二叠。咱们再听。子之朝夕不自由，与之育兮多烦忧。之子与我兮，心焉相投。
思古人兮，彼无忧。这又是一派，可他何忧思之深也？我还是听不太懂。可这音调，还真是过悲了。君弦太高了。什么？嘘，听。人生斯事兮，如清晨；天上人间兮，甘肃音，甘肃音兮，不可辍。素心如何？天上月。妹妹，启玉姐、琛贝勒、枕霞妹妹，让你们久候了。今日能听到林姑娘抚琴，我等真是三生有幸啊！谢琛贝勒夸奖。听说凤姐姐也病了，我要去看看她。霞妹妹，可愿同往？凭你也该告辞了。哎，姐姐，走吧。那你就去吧。琛贝勒，你跟我枕霞妹子婚后，咱们这还是第一回见面的吧？你怕是乐不思蜀了吧？胡说！你要知道，枕霞的叔叔婶婶被流放在外，都是由我出头，前后左右的关照，这才忙得消停一些。还真是的，你娶了我枕霞妹妹，这个心也操大发了。按说呢，我也算得上是皇亲国戚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皇上这一次竟然是性情大变，办李家的罪案一点面子都不给。哎，我听说那笔李家的罪产把我们赵家也给连累了。听说啊，这连带的追缴罪产之案，皇上也是要办的。你是赵家的小主子，竟然只是听说吗？我爹我娘还有府上管事的凤姐姐，他们都不跟我说，我只能听说了。你要转告你们家老爷，此番皇上追缴李家罪产之事，贵妇千万不可掉以轻心，一定要小心应对。哟，有那么严重吗？不就是丢了一笔钱吗？找到了把它还上不就完了吗？你呀，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心里边只有你的姐姐妹妹们，除了他们的事情，你没有一件上心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一次皇上追查李家之案，非比寻常，你一定要千万小心。琛贝勒，我就奇怪了，我们家的事情，你好像知道的比我们家的人还多啊，也更加的操心。可我更想知晓的，倒是你那个旧相好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这个，这个不瞒你说，我也是没有法子。今日姐姐一时洪恩浩荡，见了我们，还说了那么多话。可他说：“但闻新人笑，哪管旧人哭啊。”他说的很对啊。他是在骂我。那你又如何应对？哎，若是他这样骂几回，心里能够好受一些，那也倒好。江二爷，其实我真的好羡慕你啊！你那么多的姐姐妹妹，你都不偏不倚的跟他们好，他们也都不偏不倚的跟你好。你可真有本事！少来，不偏不倚，可如何做到啊？
你也做不到。做不到。但凡我略微偏向哪个，他就不高兴。你是说林姑娘吧？正是啊。那你是如何处置的？没别的法子，只要他不高兴，我便去哄他，给他赔不是，直到他高兴起来为止。真的是好累呀。累？不累吗？不累。哄他们高兴，你也是高兴的。当然了，天下之乐事就是与众位姐姐妹妹们在一起，哄他们高兴。成教了。不客气。我怕是学不来。不是怎么知道呢？秦二爷真背了。我要见你家住持。对不住，秦二爷，我家住持已经歇息下了，请改日再来。看来啊，你今天是没机会再哄他了。这种机会，恐怕永远不会再有了。凤姐姐说什么来着？她说日后你就是秦二奶奶，这个家就该着由你来当了。你别跟着凤姐姐胡说。这么个大家，不是凤姐姐这等厉害人物，哪个当得起来啊？哎，要说凤姐姐，她也挺可怜的。听说啊，那个连二爷在外头沾花惹草，从来就没干净过。如今凤姐姐用了荣哥做事，连二爷就疑心起来，就要休了凤姐姐。说起来，真不是个好东西。那你家陈贝勒爷呢？要是个有权势的，恐怕也难说得很。呸！那个连二爷如何能跟我家贝勒爷相比啊？那这个又如何？虽说是旧好，怕也难免旧情复燃吧。林姐姐，你要说什么？不是我要说什么，是你定要拉着我来见他。可见了，你又怎么说？我没想，我就是觉着，好像是我占了他的位子。我就是想来跟他说说话，看能不能……虽说事情已然是这样了，但我也想着，不要伤了我们姐妹的情分。你以为能吗？如何不能呢？除非什么呀？除非你真愿意让出位子来，让他有你的位子，你来坐下，你能吗？若是我家贝勒爷愿意，我能。没想到我的傻妹子还真是了不起。哎呀，你嘲讽我呀？不是嘲讽，是佩服。那如果是你，你不能吗？不能。若是你在我的处境，你会如何做？那要看他如何做。要是他也让你让出位子呢？我绝不跟。那要是艾哥哥让你让出位子呢？他绝不会。不会没有这种可能吧？除非是我看错了他。林姑娘，李姑娘，烦请通禀，我和李姑娘要见你家住持。对不住了，林姑娘，我家住持已经歇息下了，请改日再来吧。哎，倒也罢了。哟，原来让出位子的话，你也并非那么斩钉截铁。哎呀，好姐姐，我自然不是心甘情愿的。我就算是不想，也要随着我家贝勒爷的意思啊。哼，你个没出息的，
还真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了。哎呀，好姐姐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做呀？我怎么知道啊？那要问问你的心了。哎呦，真是没想到，众姐妹里面最豪爽、最可爱的枕霞妹子嫁给了你，竟成了个贤内助了。我跟你说，他越是对我好，我越是不忍。其实啊，你就是忍心要他，他也不肯。哼，以他的性子，别说做小，就是做大，他也不肯啊。你好像比我更了解他。那当然了，你了解的是他的过去，而我却是呢，深知他的内心。他太好干净了，便是我枕霞妹妹肯让他做大，却是身边只要有小的，他便认为那婚姻不干净，宁死也不肯。这就更难办了。唉，田二爷，贝离，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是老爷急着要二爷过去。去哪儿？做什么呀？老爷说赵氏妃赵大人来了。请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理寺堂官赵氏妃查办李家罪案，前案虽结，余案未消，李家罪产仍失于法外。余赵氏妃不辞辛劳，继续追缴所疑，必使罪产归公，不爽毫厘。朕有启判焉，钦此。来，恩师啊，这个皇上的圣谕呢，就这么多。学生把圣谕宣给恩师听听，是要与恩师商议出个查办此案的办法。京堂大人客气了，请坐。哦。恩师是不知道啊，这道圣谕，学生我是琢磨来琢磨去，这才有了些心得。京堂大人，请讲。这圣谕里没有让学生来贵府办案的意思，那是一个字儿也没有啊。可李家罪产呢，又确确实实给转移到贵府之人的手上了。那个案子是学生亲自审的，皇上也全都知道。恩师啊，这就是学生的难处了。圣谕呢，要学生追缴罪产，又没让学生到贵府来追缴，可罪产呢，又是贵府上的人给遗藏了起来。学生若是不到贵府来办案，又确实不知如何是好啊。恩师啊，这可真让学生为难了。所以学生想来想去，这才想出这个法子，也就是到贵府上来，来他个不办而办，不查而查。请道其详。这荣官园南花厅，学生还是3年前来过一次，那还是沾了贤德妃省亲的光。但是啊，学生当时还只是内务府的一个跟班儿。是啊，这荣官园当时还叫省亲别院。当时我们这些内务府的跟班儿是不能进入贵府的荣官园的，只能在园子外头伺候着。所以，这荣官园外头的南花厅，当时就给我们这些下人预备的吧。还有那些随班的宫里头的公公们，不能进园子的，也要有个歇息的地方嘛。是啊，是啊，恩师当年的一念之仁，就有了这荣官园外的南花厅。学生此次办案，我立刻就想到了这里。若是恩师赞成学生所言，就请把这里暂借学生一时，为学生办事之所。要说这里嘛，是贵府荣官园的地界，可它又在府门之外。学生要是在这里办事的话，也就有了方才所说的那个不办而办，不查而查的意思。
还请恩师明白学生的意思。明白明白，惊堂大人的好意，我是感鸣肺腑啊。不过，这不查而查，不办而办，毕竟是有查有办。不知惊堂大人要查什么，办什么？恩师啊，怎么还不明白呢？学生是奉圣谕查案，这罪产要是被恩师找到了，学生就没什么可查缴的了。学生有了这驻地，那么在当今皇上看来，就不会只是随随便便摆摆样子的，而是真查实干。可学生的心思住在这贵府的南花厅，实在是不想打扰了恩师，更不想使贵府中人有一丝一毫的不便。学生要是想找贵府上的人问过话，那是要请贵府的门房通传的，绝不会贸然进府，更不会传讯抓人，如此而已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的意思是，惊堂大人该如何办就如何办，不必为了我一家的方便就忤逆了圣谕上的意思。来人，在。日后惊堂大人要入府办事，不可阻拦。惊堂大人要传何人问什么话，必须随传随到。是。哎呀，学生真是多谢恩师了。哦，就是这儿啊，这环境可真够幽静的。请。父亲。糊涂东西，没看到惊堂大人在这里吗？哦，惊堂大人。免了免了，秦二爷，日后我们就能经常见面了。啊？这南花厅日后就是惊堂大人办事的地方。你应该知道，惊堂大人曾是你林妹妹的老师。这叫你来，就是惊堂大人要见见你的林妹妹。别，林妹妹一点准备都没有，岂不惊扰了她？惊扰什么？老师去看望弟子是弟子的荣幸，谈何惊扰？明言，二爷，你快去跟我林妹妹说一声，说过一会儿我陪着她老师去看她。好，快去。好。大人，请。请。好好。